我个名字叫猪泡儿，这是我个阿弟倒灶鬼，这是我娘，这是我个牛猪爹，倒灶一家亲。为啥一脸生气？我上个礼拜同杨巅峰一道去吃羊肉串儿呢，今朝马上就胖了10斤。你不要把老子背，猪就要一个猪样，你谁了嘞？还不是这吹风机啊？我到底是你女儿还是吹风机？我要帮杨巅峰打个电话。快点，我帮你拨通。你们老公整当不来到我窝里想，你到底想自杀？老子我的不是这个事体，让你们女儿接电话。喂，杨巅峰，几个娃子牌儿？上个礼拜吃好烧烤，我装了10斤了，真的10斤。我也是。我也再也不去吃烧烤了，特别是那个羊肉串儿，我也胖了几斤。哦，特好的啊，不是，我意思是我起来你装了多少？哎呦，真的昨年我根本都2斤了呢。哪个愿意第一个上台表演呢？小出声，我可以表演裸考西考。我可以考得更加难听哦！你不要把我吓弄戏弄的，快把我死了嘞！接下来轮到拖队的，你要不大家表演啥花旦？我要表演吃开水啊，不是表演魔术。这是我昨天吃饭上困觉流的开水水，我要让冰箱里向的水绝不飞完。你们绝不把老子眼睛闭上。好的，那么睁开眼睛，冰儿里向的水巨若美的。谢谢你们这帮人儿。轮到讲不对的，我要帮大家表演吹箫。你有啥个特长，徒儿？我要帮大家表演吐痰。我还可以再逆行一点。哦，他个表演劲该结棍，帮你个屁！我个人也是唱歌儿。你嫌弃破烂，抛弃了我。不得嘎，我还可以跳舞。杨巅峰，你的专业是啥话对呢？跳舞。出生这个与你这个钟表好配。表难过，要么子我再请你吃烧烤，出生娘们比家不去死啊！